这集的节目要带咱上北，通过山脉甲迷人的城市，来到考爱国家公园。要去考爱国家公园，就要点半钟。曼谷东北部的山区，比泰国其他地区的气温较低一寡。考爱是全世界上重要的一个国家公园，嘛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，做一个亚洲上大的季风森林，才有许其他所在已经断种的动物。野生象群嘛替公园开阔的地区加添色彩。伫泰国，因大部分的动类互人关起来，通常被当作观光景点。